祝喜新年快樂！我相信過年都係食得同人最歡喜嘅日子，最快樂嘅日子，最喜樂嘅日子。嘅聖經講，佢熱天實到呢家56節一樣講到，時常食得會開心快樂。但係呢，因為呢個編字136條1節一樣講，係感恩對上帝，係咪？因為上帝安好咗嘅恩。永永遠遠安好，最隆重年之所出界。嗱，即刻感恩對上帝，感恩開心快樂，喺裏面咩大同過年即刻開心快樂，時常願主要開心快樂。但係呢，因為到呢個希伯來書佢就Ibrani 13:5咁樣講到，上帝講法第50講冇隨食家，50樣係食家。嗱，係講食家嘅生活中，食家嘅生命中，喺世間裏行到，要上帝嚟牽帶，要上帝嚟照顧，上帝嚟保佑，上帝嚟大家同齊行呢個世間，天食家要福氣，要平安，要開心，要快樂，và要理，要得勝嘅路，因為上帝50樣嘅食家喺上帝裏面，食家得到嘅快樂。阿門。